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现在是旧历7月，即马有人讲是鬼月，其实古早咱一般袂讲鬼，咱讲7月时啊，也有普渡拜老大公。若讲到鬼，大家就会想到管鬼的阎罗王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阎，我阎阎第5条。有人说阎，另外还有一个音读做阎。阎本地意思是讲行路的门，行路或者是内面的意思。若读做阎，咱讲到阎罗王。这是佛教的神，阎王是咱民间传说的神，拢是负责管理地界。即马咱讲是阎罗、阎罗王，古早嘛有人讲是阎魔王、阎君、阎王、阎罗天主。拜阎罗王的庙，咱讲是阎君庙。古早嘛有一寡和阎罗王有关系的其他俗语，像讲阎罗王出火签，意思是该死；阎罗王讲话鬼知影。阎罗王出告示，鬼话连篇。阎罗王无美代表是妖鬼，阎罗王变魔术代表是骗鬼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句俗谚语。头一个读做阎罗王开酒店，唔惊死的做你来。阎罗王若是开酒店，你若是要来消费，嘛爱是鬼，无命才有资格来。所以咱讲唔惊死的就做你来。第二个词读做阎罗王嫁查某囝，就爱请鬼来讲。其中一个意思就是鬼跟鬼。另外，古早台语字典嘛有讲到，代表是新娘的时代，西门发觉妖魔鬼怪骗袂过。用一句话来举例，譬如讲，听阿福伯啊娶新妇，亲家歹应付。亲像是阎罗王嫁查某囝，唔是鬼跟鬼，是西门发觉。到时阵要走就走袂赴。亲像是阎罗王开酒店，唔惊死的做你来，代志歹溜俩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阎，另外一个音读做阎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